各位大家好，中国老挝铁路正式通车已经快10天了。今天德国媒体德国电视一台才姗姗来迟对此事做了报道。理论上，德国电视一台应该是中立的媒体，因为德国法律强制每个登记的常住家庭或个人及每一户人必须每月缴纳广播电视费18欧元每个月，相当于近130元人民币。这笔强制费用是用来支持德国电视一台、德国电视二台以及他们旗下的一些地方台的。有德国国家媒体的性质，一些政客下岗后也会去这些媒体任高层职位，这是关于德国此类官媒的背景知识。不过，身处意识形态漩涡的西方媒体都跳不出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那一套。今天的报道应该算得上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新丝绸之路利用火车，中国将老挝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中国开通了穿越东南亚的新丝绸之路的第一段，该项目旨在为老挝带来经济上的进步，而老挝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发展，这将增加其对北京的依赖性。经过5年的建设，老挝和中国开通了一条连接老挝首都万象和中国的火车线路。这个大邻国南部的小国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直到现在还没有铁路网。这条由中国建造的铁路穿过400多公里的山地，有242个隧道和桥梁，一直延伸到泰国边境。过去1天的艰辛旅程，现在仅需1/4的时间。配图说明，高速驶向老挝，从昆明到万象的火车穿过中国的沅江。这条火车线路是北京在新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下的数百个发展项目之一。这项雄心勃勃的10000亿欧元倡议旨在扩大亚洲、欧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战略基础设施。穿越老挝的高速铁路也只是一个开始，这条线路最终将贯穿泰国、马来西亚一直到新加坡。对高昂票价的不满，根据北京的说法，这应促进国际贸易，使所有相关国家受益。事实上，经济上不发达的老挝迫切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老挝项目的支持者解释说，铁路连接可以帮助降低运输成本，加强工业、贸易和旅游业，并使经济多样化。老挝被挤压在经济上强大的邻国泰国、越南和中国之间，中老铁路的通车让迄今为止不利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一个战略上有利的贸易中心。但对老挝来说，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名义上由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国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力负担乘坐火车。社交媒体上已经充斥着对高昂票价的不满情绪。左边配图说明，穿着传统服装的舞者在首发快速列车中为乘客提供娱乐。右图配图说明，在老挝，一名佛教僧侣为火车内外部进行祈福。4400人也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土地来建造这条路线，还有人被切断了供水。据老挝人权运动组织报告，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赔偿。环保人士抱怨说，该工程破坏了生态敏感的栖息地，使濒危物种面临进步压力。德国知识点评，这是典型西方圣母婊思维。对于他们来说，青蛙生存权比老挝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更重要。另外，老挝的所谓人权组织、环保人士估计也得到西方的资助吧。700多万老挝人的发展更重要，还是4400老挝人的足够补偿更重要？西方拿少数人的所谓权利来说事，无非是抹黑这种惠民发展项目而已，其心可诛啊！这种德国所谓中立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一般都不会中立。点评完毕，我们继续往下。而且，老挝的私营经济能够受益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停靠的数量很少，这表明该线路几乎没有计划供老挝人使用。德国知识点评，这个记者可能是弱智，或者又是在故意抹黑。一般而言，停站是错开的。比如说，这趟车停靠135站，对吧？下趟车可能会错开，停靠246站，一般都这样。我们继续往下。据专家介绍，火车连接的主要目的是有利于中国货物的出口，并快速连接中国与第三国的港口，特别是与东部沿海的繁荣地区相比，中国经济薄弱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将通过新的出口线路得到加强，这是北京政府的一个核心项目。配图说明，有多少人会在万象登上开往泰国和中国的快车，还有待观察。对于许多老挝人民来说，目前的车票太贵了。债务陷阱的危险，
然而，观察家们对老挝可能因该项目而陷入对中国的依赖感到特别担忧。德国知识线的点评下，他老是提到说观察家，我就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观察家？是西方的不怀好意的观察家呢，还是呢可能他用钱收买的所谓老挝的观察家？这里没有说清楚。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老挝的铁路是由中国和老挝的国有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运营的，其中中国方面持有70%的股权。为了能够为中国建造的这条路线提供53亿欧元的费用，老挝还从中国借了一大笔贷款。该国已经欠下其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一笔相当于其年 GDP 2/3的款项。如果铁路没有盈利，公司无力偿还，老挝可能还被迫承担公司的全部债务，以便能够继续运营该路线。这样一来，仅这部分债务就相当于老挝每年 GDP 的1/5。为了达到唱衰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这家德国国家媒体还挂了一条以前的新闻：黑山共和国，中国贷款外交的受害者。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给黑山带来困扰，必须偿还对中国的贷款。这也是以前以及最近德国媒体一直在炒作的新闻，也是说中国的贷款及这条高速公路项目让黑山共和国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在老挝的对手泰国。另外，老挝可能不得不将铁路运营完全移交给中国。去年年底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挝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将其电网的大部分股份转让给了中国一家国有公司。许多观察家担心，这种债务陷阱使老挝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中国手中，而中国可能利用这一点对老挝施加战略政治压力。虽然老挝经常被描述为中国的附庸，但万象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较大的邻国实行平衡外交。传统上，越南一直是老挝的高级政治伙伴，也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泰国是老挝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投资来源，在文化上与老挝紧密相连。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发展援助伙伴。而在美国，一些战略家正在呼吁加强与老挝的接触，以应对其对中国的依赖。但目前看来，中国将能够进一步扩大其在老挝的影响力。德国知识点评：希望老挝不要让美国染指，有美国的地方必定有灾难。老挝现在还有海量的美国当年布下的地雷呢，还没有被引爆。美国还好意思对老挝说三道四，脸皮真厚啊！好，这是报道全部。整篇文章你看，充斥着对中国满满的敌意。其实啊，德国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从来没有半句好话，全是抹黑、唱衰、妖魔化。即使德国的杜伊斯堡及汉堡是“一带一路”重要站点，可惜这家媒体没有留言功能。但我在德国电视一台的推特上找到了这条新闻，那里有10几条读者留言，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直接看网友评论吧。第一个人贴出了一张下马的德国磁悬浮的图片，标题为“德国与中国对比”。前面几个评论都是关于德国内政的，主要涉及德国左派或者是极左恐怖分子，就不翻译了。这个人说欧盟甚至没法做到各国首都之间有良好的火车连接。好吧，如果老挝没有铁路网，那么规划和实施铁路网就容易得多。此外，在欧盟没有没收成千上万的东西，也没有为了修建新的路线而破坏自然保护区。对，不幸的是，我们大大忽视我们的欧盟铁路连接。中国在实行殖民主义，好吧，我们欧洲人知道这种事情最后的后果是什么。漂亮的火车，太棒了！德国电视一台对中国有病态的仇恨和感知的愤怒，对老挝的穷人也一样。一个贫穷的国家与邻国有最好的合作关系，在经济上逐步发展，而德国的国家电视台对老挝的未来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德国电视一台，你让人难以置信。就是有一些负面的例子，例如当你对中国过于依赖，可能会发生什么？斯里兰卡的港口一开始也是最好的伙伴关系，但最后却让中国获得更多的权利。除了那些因施工而失去家园的人和不得不为之清除的树木外，一切都很好。德国也在争论此类问题，例如汉诺威、比勒菲尔德之间的路段，口罩的使用甚至比德国更不谨慎。德国知识点评说口罩，我很难赞成。铁路比高速公路更好，不是吗？中国是新的罗马帝国，当你成功时，没有善恶之分。西方国家对金钱的贪婪，将中国做一个低工资的国家，从而使其变得伟大。那时，大家的想法是，
中国会俯首称臣。这位网友说，在中国火车晚点5分钟是重大失误。从这位头像及网民的国旗看，估计是斯大林的粉丝。他说，当时西方价值观试图用炸弹，美国与中国对比，左图标题为美国为老挝做的1965年到1973年间美国在老挝行动中布雷图。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呢，就是老挝被美国布雷的那个图啊，全国你看布满了雷。右图标题为中国为老挝做的修建铁路。中国修建机场并通过火车连接各国。德国有柏林和废弃的路线。中国是纸老虎。评论就那么多。与德国国家电视1台对中国极度负面的报道相比，我看了很多自媒体对中老铁路的报道，可以发现观点是一边倒的正面。比如我偶然看到一个估计是澳大利亚白人在老挝自己拍的记录乘坐中老铁路的情况，700多条评论中确实是一边倒的称赞中老铁路。由此可见，德国这种负面媒体不安好心。不过除了给德文洗脑外，还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看点赞最高的几条评论。我为老挝人民感到高兴，他们为他们的新铁路感到骄傲，420公里的铁路贯穿全国，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对这个7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希望万象、曼谷和吉隆坡有一天也能连接起来，直达新加坡。这位估计是海外华人，他说，看到当地西方人使用高铁的快乐，可以想象老挝人民拥有和运营这条高铁的喜悦。中国已经实实在在把老挝推到了经济高速列车的最前沿。这个信息很清楚，如果一个邻国能做到，老挝也能做到。在这条高铁形成预期的经济走廊后，老挝有能力通过技术转让、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制造设施扩大其高铁，就像疫苗一样，中国将提供帮助，因为它与所有人共享未来。从头像看，这位是白人。哇，我15年前去过老挝，坐小型巴士完成这次旅行的，差别真大啊！事实上，有些道路甚至没有铺设，这就是进步。这条铁路是不是计划继续穿过泰国，并最终达到新加坡呢？这是位越南朋友，他说，这是老挝的新时代，祝贺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越南，祝贺你们。好样的，为中国帮助邻国的行为点赞。火车上的人似乎对第一次登上完全电气化的火车感到非常兴奋，这条铁路必将促进老挝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个拥有第一世界基础设施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其发展令人惊叹。祝贺老挝，老挝很快就会迈入第一世界。我为老挝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所有靠近这些火车站的城镇将看到他们的经济得到提升。我喜欢火车的颜色，看起来很美，很豪华，很高端。窗外的景色也很美。乘坐这列火车是多么令人惊奇的经历啊！但可怕的是，那里发展如此之快，而我们在欧洲却越来越落后了。我对新的车站和火车印象深刻，这将真正打开老挝的大门，帮助人民更多地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希望你们享受你们的旅程。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铁路是多么具有未来感。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期待有一天，我们能从新加坡坐火车到中国、俄罗斯、中东、欧洲和非洲。看到这个很激动，乘坐巴士非常辛苦，迫不及待想去旅行。谢谢你，你应该把这个宣布为世界第一的介绍中老铁路视频，因为没有人在油管上做过这样的视频。所有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它将为老挝的旅游经济带来奇迹。此外，与全球许多高铁不同的是，票价似乎非常公平，没有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谢谢你在万象的时候跑到前面去拍摄2个火车的场景，干得好。这位估计是中国人，他说，我期待带着我的父亲去乘坐这列火车。他在60年代末作为志愿者在老挝工作，我相信他看到这样的新发展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中国人必须得到赞扬，无论他们在其他地方做什么，在这里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国家。中国到处都在建设，而不是像那个邪恶的国家到处轰炸。想想看，将来你可以乘坐这列火车从中国一直到新加坡，万象将成为一个货物和游客的枢纽。这确实是内陆国老挝的一个新篇章。火车非常漂亮，风景优美的旅程，是旅行的一个好选择，不太累人。
如果二等座被称为普通，那么一等座不应该称为非凡吗？德国知识点评，这位网友其实认为二等座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他想一等座岂不是好到天际了？我从来没有去过老挝，无法想象这个国家以前没有火车，但在看到人们乘坐火车时的兴奋劲儿后，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莫名的感动，希望他们能享受到铁路带来的便利。老挝人民的生活很简单，但他们真的很有智慧，有很好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让该国第一次拥有了火车，使老挝人民受益。希望他们早日繁荣起来，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非常非常漂亮，火车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现在很想待在老挝，而不是美国或澳大利亚。对不起，博主，目前澳大利亚很乱。大家可以看到，好评如潮啊，甚至没有任何负面的评论。这里的网友说，车票价格不算高，普通人能够承受，与德国国家媒体报道完全相反。西方传统媒体非常歹毒，今天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很正常，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报道中国的。看到自媒体上这么多网友的正面评论，心情舒畅多了。西方媒体的恶毒心眼只会凸显自己的丑恶心态，对中德关系没有任何正面作用。估计呢，这是媒体要达到目的吧。好了，谢谢大家关注，再见。